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5，旧历的8月29，礼拜4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嘉义市一间名体伫半暝点外火烧厝，这个靠我带死的人，厝主甲2个后生走有出来，但是太太被护走。消防队员伫2楼阳台附近找到人的时阵，伊互物件缀掉咧，已经死亡。厝边讲，当时有听到囡仔在喊在休，想袂到女主人会来发生不幸。男主人更加是悲痛，靠架稳落跪伫咧涂骹，一句话都讲袂出来。安怎太太也走无出来咧？这个导火原因爱搁鉴定。火烧到有够严，当时现场阁有真侪乌烟。赶到现场的消防队员赶紧用水线拍火，将这个火控制掉咧。煞来爬起哩2楼了，要将这个火泡花。走出来，厝主煞找无因某。愈等愈着急，等着却是歹消息。知影因太太走无出来，当场就靠架徛袂在，消防队员随甲扶哩。嘉义市区一间人家厝火烧厝，厝内有4人，敢若3个人走出来。爸爸跟2名儿子都有顺利逃出哦。那小孩子是有稍微有不舒服的状况啊。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哦，我们送往医院哦做一个检查。厝边讲当时这个火炭了真紧。伊就囡仔伫遐伫休啊。休安怎？就伫遐伫叫，就全说伫遐伫活。导火原因火调科爱去调查，这个女主人无命。先后厝主真伤心，因后母2个人感情真好，并且有真侪相片，佮甲2个囡仔做翕相欢乐的画面。即马1家伙4人无多过做翕相啊！这场半暝恶火毁掉1家伙的幸福。